心理學入邊有一個好出名嘅實驗，叫做白熊效應。如果我而家同你講，千祈唔好諗一隻白色嘅熊，點啊？你個腦入邊係咪全部都係白熊呀？係咪啊？失眠都一樣嘅，你越對抗念頭，其實就係幫佢充緊電。意識鬆綁嘅重點唔係消滅念頭，而係剪斷嗰啲同念頭之間嘅嗰條繩。我哋要由參與劇情嘅人變返旁觀嘅人。而家你想象一下，你嘅心係一片藍色嘅天空，啲焦慮嘅念頭只不過係飄過嘅雲。雲可以係黑色、白色，可以係打雷、落雨，但係天空會唔會在乎呢？唔會。天空只會喺嗰度，而你而家嘅任務就係做返嗰片天空，睇住啲雲嚟，睇住啲雲走，唔挽留，亦都唔趕走佢。今晚你試下玩個小遊戲，叫做貼標籤法。當一個念頭彈出嚟嗰陣時，例如房租又要加價啦，你唔使跳入去焦慮，你只要喺心入邊同佢講一句：哦，呢個係一個關於未來嘅念頭。如果突然間諗到尷尬嘅舊事，你就貼個標籤。哦，呢個係一個過去嘅記憶。一貼完標籤，你就會發現你已經由劇情入邊跳咗出嚟。注意啦，好多人會話我貼咗標籤，但係啲念頭仲係喺度喎。記住，Lose 嘅目標係唔係趕走念頭，而係允許佢嘅存在，但係唔俾佢控制你。就好似你瞓着嗰陣，窗外邊有車經過，你唔需要攔住啲車先瞓得到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哦，嗰啲係車聲，唔係怪獸，你就可以繼續瞓。身體掃描做完啦，意識鬆綁又鬆咗，但係如果呢個時候你仲瞓唔着，點算呢？咁係因為你嘅神經系統仲差最後一劑鎮定劑。下一集 SLEEP 第3部，我哋再見。